正道题目是行福音的祭，请陈牧师。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当做伙伫即个所在做礼拜，毋是一项真简单凊彩的代志。咱今仔日会通真做基督徒，毋是一项真普通的代志。所听的姊妹，咱应该安静斟酌来想。咱感觉因为基督徒这个名分，互咱伫生活的顶悬有无同款的选择甲主张。咱今仔有这个礼拜堂，是因为咱有先人伫这个所在起造上帝教会。台湾人今仔日有上帝通倚靠，是因为有真侪的宣教师放某放囝，放因的亲人，放弃因享受奢华的权利。咱今仔日会当做做礼拜，是快乐的代志，但是嘛是一个真敬虔的代志。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搁同心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到你的至圣所，伫这个所在，求求你的圣名。阮称你做天顶的阿爸，阮诚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福分！愿你的手摸伫阮的心，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阮阁重新通明白，这礼拜毋是一项真普通的活动，这礼拜是一项阮一生极大尊贵的代志。祝福阮无看轻做礼拜这个真要紧的事，也伫阮每一摆敬拜你的时，愿你的慈爱，愿你的真理的光，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是因为阮的要求，是因为阮的需要，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年是咱的总会该设定做宣教年、普世年。咱的总会每一年拢有真特别的事工顶悬的重点。今年咱看宣教普世的事工最重要，所以今年的总会时，总会有交代我一个工作，就是伫早祷，伫总会期间的早祷会，伊爱我用一个庄卡的教会的立场来讲起什么叫做全世界所有普世教会这种的宣教。我真感谢上帝，互我伫迄个礼拜中间，互我回想，咱今仔日会当真做一个基督徒，毋是自然而然对天灵落落来迄种的祝福，是因为154年前有真侪奉献因的生命，互台湾这个土地的宣教士。所以今仔日咱已经154年，台湾的教会嘛有成长。今仔日长老教会有1200几间，伫全世界真侪教会拢真兴盛。因为到今仔日154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亚洲，还阁是一个咧进步，还阁是一个咧成长的教会。上帝，咱的1200几间的教会，其实一年，咱伫台湾一年哦，莫讲长期马街甲新楼，1200几间的教会，所有这20几万、25万左右的兄弟姊妹，咱一年奉献差不多超过30亿到40亿。但是这毋是通欢喜的代志，更较大欢喜的代志是讲，今仔日来台湾的咱的教会，敢有真正亲像圣经内底迄种与人同得福音好处的态度。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真期待甲兄弟姊妹来尽办两个基督徒真要紧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主啊，我愿意。今仔日的圣经，无论是诗篇，无论是保罗所讲，我情愿，我情愿。
这拢是一个因为互人听过，互主的丰盛的画面满足过，所以对心中有一个真欢喜，讲主啊，你所予我的祝福，我要甲我的亲人、甲我的朋友、甲我厝边所有的人拢做伙来约束。我听到陈牧师伫甲我分享，顶礼拜伊伫讲道中间甲恁分享讲，伫圣诞节咱有一个足大的心愿，就是咱要做伙用家庭、用教会做伙来念圣诗，啊，加做一个戏剧，加做一个歌剧。陈牧师讲，咱要准备较简单，但是上惊就是做礼拜的事，大家拢起来，大家顶咧表演，但是下骹拢无派啦，无啥人啊。这不是讲笑，今仔日的分享就是，主啊，我要唱歌，不是演戏；我要唱歌，不是表演；我要唱歌是唱阮生命的歌，要互阮所有邀请的人，拢听到上帝福音的真声。所以兄弟姊妹，不是干那圣诞节恁来招人来，是每一个时刻恁也感觉，这个信仰。对你的活命是一个足大的幸福。兄弟姊妹，咱来做伙做一个工作好无？就是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年这个破碎年的中间，伫迄个礼拜的中间早倒，我就是用今仔日的圣经站。我讲今仔日台湾的教会应该有一个足要紧的工作，毋是家己好就好。咱的教会。捌真欠缺、真丧向、真四散，但今仔日你看咱的环境遮尔好，但是当咱有遮尔好的环境了后，敢有互咱的礼拜的热情拿给天？咱也袂起负长进前，咱120个人咧做礼拜，咱起负长了，可能无100个人咧做礼拜。我毋是甲恁恐吓，毋是甲恁吓惊。环境会富足爽快，敢有帮助咱的教会，真做一个分享的教会。亲像耶稣讲，恁去招足一人来付上帝的祝福的恩赦。但是7招8招，甲成就无啥会叮当。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所有的台湾1200几间的教会，伫总会开始，上帝我讲保罗以迄种的态度讲，主啊，因为我欠你的债，因为我欠耶稣的疼，所以既然我所做的拢是为着要行主你所予我的祝福，所以无啥物通夸口。今日我所做的，基本伊就是一个我基本应该爱做，因为今日我所有的拢是上帝予我的。所以今仔日有两个真要紧的态度，咱若是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基督徒的活命会互咱，无论是做事业，无论是过生活、家庭、婚姻，这个基督徒的命运会彻底上改变咱对真侪生活的选择甲主张。咱会欢喜甲主讲，主啊，我诚心。欢喜甘愿，主对今仔日开始，我要为你来活。这就是保罗所讲欠福音的债，伊真正的意思。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台湾今仔日有这个教会，是因为有太侪人，李修、巴克利、马街、孙理莲、孙亚公。今仔新学生，你是大神的学生，你应该爱足清楚知大神的礼拜堂边啊。迄个梦是啥物人的梦？孙亚国牧师甲孙理莲的梦。我无要讲真侪这人的故事，但这人的故事是因为，当上帝将迄个疼放伫因的人生中间，因的目睭拍开，伊看别人的需要，做因的需要。兄弟姊妹，教会的存在是，我有需要，所以我来教会；我有需要。所以我求上帝的帮助，但是当上帝坚固我、照顾我了后，我开始真做一个会晓看见别人需要的人。愿主今日对咱讲话，互咱对耶稣、对保罗，咱看到一个真要紧的生命，就是
我情愿，我情愿这个字本身是足特别的字。这个字伫圣经的新约，这个保罗讲，我愿意。这个情愿本身叫做苏莫，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足大的热情，足大的热情。迄个情愿不是安尼，会有也好，无也好。迄个情愿就是保罗伊家己亲自讲，我若讲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听，催逼我。意思讲，我一生充满迷茫，充满热情，充满计划，雄心壮志。迄种的热情是因为互主的听充满着。今日所读的这段伫新约罗马书伫第1章这段话中间，是保罗23年的生活的信仰告白。伊写罗马书的时，是伊经过伫大马色的路上。去互耶稣赎回，迄个生命改变的第23年，所以保罗讲，无论心中的人，我甲因交陪，我拢感觉我是为着因来活的，因为耶稣为我死，所以我为着所有的人来活。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法外的人，这是咱中文的圣经翻译。希利尼人、法外的人。白话字的圣经，把这个法外的人翻做烦啊！哦，咱听到今日，咱来听到今摆这种话，咱会感觉讲这是足无礼貌的话。但是巴克的牧师真正是安尼翻哦。恁看白话字的圣经是讲，无论希利尼人，无论是烦啊，烦人。其实意思就是讲，有受教育的，无受教育的。基本上圣经咧讲烦人这个字，无有任何看见的意思。伊的意思原本是咧讲起讲无共款语言的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伊的话搁重新搁一摆，翻译互咱听，讲互咱听，用伊听的手放伫咱的心头，互咱今仔真正互主来赎回。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有一个信仰的老师，伊叫做保罗，伊的一生。凡我所行，都是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是咱今仔日周报的经验、金句。愿天父上帝对咱讲话，也互咱对心中欢喜。对今仔日开始，无论你身边有心上的人，你拢讲我愿意，因为主已经听我到无法度通讲。愿天父上帝所予恁的祝福，临到伫恁所有亲人。也特别伫咱教会存在的在地德堂，和德堂人因为这间教会存在，因讲感谢上帝。当阮要咧拜拜的时，当阮的祖先要去举香的时，上帝有找一群人伫德堂起一间礼拜堂。所以今仔日的我甲我的囡仔，阮会当同齐得到这种的祝福。既然咱所做无啥物通夸口，因为保罗讲。责任已经交代我，传福音是教会存在一个真要紧的使命。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办活动，办活动的目的是要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无论是做老人的事工，做中辍生的事工，做囡仔的事工，所有事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互人得到帮赞。拯救甲祝福，求天父上帝带咱今日读这个圣经。保罗写罗马书的时，是伊经过，意思就是等于顶头生信主的第23年。所以有一个牧师咧写讲道篇的时，伊问讲：保罗所讲行福音的罪，爱行偌久啊？咱今仔日买厝贷款，有当时行20年，有当时行30年。咱对上帝所领受这个福音，亲像贷款，有5000的，有2000的，有1000的。咱到底要行偌久？圣经甲伊讲，一世人。因为保罗写，既然我所做是为着要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写好罗马教会，罗马书就是写罗马住伫罗马，这阵受教育。那像讲都市人、天龙国的，
保罗写这张罗马书，这张批信的诗，是伊正做顶头生基督徒第23年。但是保罗无停止伊的脚步，直到伊死。保罗落尾死伫今仔日的罗马。如果有机会，恁若去欧洲旅行，特别去意大利，恁有可能去选择去罗马，因为罗马是全世界最要紧的古迹文化的所在。伫罗马有2间礼拜堂足重要，一间叫做彼得的礼拜堂，就是现在天主教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伫遐离开无2公里有一个所在叫做圣保罗的教堂。这2间礼拜堂的设立起造，是因为有2个人死伫这个所在。彼得就是死伫今麦的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2000年来，人传说讲伊被带伫遐，但是无人找到伊的尸体。直到20世纪初，才有挖出来，伫个礼拜堂的地下3楼第3层。后来人经过历史真多，梵蒂冈咧讲，这3个骨头中间一个就是彼得。保罗宣告死伫罗马，嘛带伫迄个圣彼得大教堂。后来为着纪念伊，就加做一间礼拜堂。兄弟姊妹，今仔日听这个讲道片，毋是真简单的道理，听较简单，但是咱要活出来保罗这种的精神，是爱有一个神性，上帝圣性的同在，咱才愿意讲主，我愿意。所以我要甲咱兄弟姊妹做伙，伫今仔日有3个祈祷。第一个，主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到保罗是什么种的人，互我对保罗看到我的耶稣基督。因为保罗伊的脚趾边，我看会到保罗的目睭前的耶稣，就是伊一生所军队。所以咱看到保罗，其实咱是要看伊头前的迄个伫大马色路上的耶稣。原咱知影保罗。伊伫今仔日圣经的话，互咱有一个真要2项真要紧，就是咱甲主讲，主我愿意。兄弟姊妹，咱做基督徒无一定真心愿意啊。所以顶礼拜我有甲恁分享讲，耶稣讲，既然称我做主啊主的人，无拢会当入天国，有无？后来有人伫 Facebook 竟然问牧师讲，牧师迄什么意思？我甲伊讲，伊讲牧师，敢毋是讲信就得救啊吗？啊，神那个讲叫我主啊主啊，无拢入天国。是，咱若认耶稣，咱就得救。但是更加要紧，毋是用一支嘴。咱做基督徒，毋是干那圣人道遵守，是心啊。所以咱对上帝讲主我愿意的事，这是一种的态度。每一届做礼拜，咱应该爱斟酌，互上帝的话成做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咱伫今仔做礼拜时，咱应该爱问：我坐伫这个所在，我的基督徒的身份，敢有改变我人生的主张？敢有改变我趁钱的目的？敢有改变我家庭婚姻的生活？敢有改变我伫这个世代有公义正直的主张？今仔咱听到师会安鲁伊的祈祷，我毋知恁感觉安怎？但是有真侪时阵，咱活伫这个世代，咱并无真正有基督的活命，产生咱的一个各人伫危险、伫幸福的中间，当欢喜、当快乐，嘛当忧伤。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实实在在，互主的福音来充满。今仔日的咱，甲30年前的教会有真无共款。今仔有真多上帝的供应，咱有真三听的团契生活，咱嘛有真认真的服侍的忠心。虽然牧师有时会甲恁检讨，但是毋是表示牧师无完全，毋是。
牧师的检讨是希望咱更较好。牧师的检讨是希望咱更较会当对得起，甲咱组织做伙的咱的听咱的耶稣。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咱会当对心中讲：主啊，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主对今仔日开始，求你互我开始会去当关心迄个无幸福的人。主帮助咱，因为咱所有一切是白白得到。咱白白得到，白白互人，这是基督徒应该爱做的工课。所以，背十字架是对疼开始。耶稣用伊手摸着咱的心，咱互疼过了，咱对心中愿意。拄顶礼拜六，牧师伫喜乐保院甲咱教会，毋是甲咱教会，甲咱中华地区的妇女做伙做。我就是用这个寻找一个可以爱的上帝，因为做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转变是伫疼被爱，咱需要经历着上帝疼，因为上帝的疼才会当满足咱伫人生中间无同款层面迄种的疼的生活。求天父上帝帮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亲像保罗讲，我情愿。我情愿这个字叫做 prosumus 啊，这个 pro 较无特别的意思 ，pro 就是 pro 哦，恁知影读 pro 就是上好的哦，也是讲先啊，在之前 before， 但是佫要紧是这个 sumo 这个字 ，sumo 这个字牧师都叫我甲恁解说，伊就是一个激情，一个热情。愿主的圣神降临伫今仔日的礼拜中，主的圣神亲自点到恁心中的热情，毋是因为听到人的言语，是因为上帝圣神迄个讲袂出来的声，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得到一种愿意的心。咱将这两句将这两句放做伙，罗马1章15节甲诗篇54篇第6节，伫旧约有真侪讲到敬拜上帝爱献真侪祭。比如讲烧祭、平安祭、什么祭、赎罪祭等等足祭，但其中有一种的祭叫做甘心的祭。甘心的祭意思就是讲，毋是规定的，毋是要求的，毋是义务，是你对心中欢喜。所以代表所讲，我手捧救恩的杯，我要用什么来报答我的耶和华我的上帝？就是手捧这个救恩的杯来感谢上帝。咱做一个基督徒，爱有一种欢喜甘愿，包括洗礼哦。洗礼毋是下愿啊行愿，洗礼是因为上帝将迄个祝福放伫我的人生的中间，由不得我对心中欢喜讲，主啊，更较济，更较济，更较济来祝福我。迄种的回应，毋是出于义务。有人讲月定奉献是一个义务，有人讲做礼拜守安息日是一个义务，我拢无感觉需要用这种的角度。我感觉一个人伊若真正互上帝听过，你拢毋免甲伊勉强。恁同意吗？兄弟姊妹，恁愿意用安怎来回应恁甲上帝的关系？毋是出于义务，所以愿上帝帮助你甲我，对今仔开始咱做礼拜吼，毋是义务。是因为咱感觉讲，伫即个世间所有的交际应受，无有一项比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更较实在，这种满足，这种的安然，这种的重担，得到头棒。愿天父上帝将迄个甘心乐意的灵，所以代表足够祈祷哦。伊讲，当我做未来的时，愿你享受迄个乐意的心。乐意的灵，当我做未来是上帝，你将迄个甘愿情愿的迄种的圣神放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第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恁所做的祈祷，就是亲像大卫、亲像保罗，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享受我乐意的灵，欢喜听，欢喜顺服，
欢喜照安尼来做，欢喜将我的所有的生命甲上帝来结连。苏莫就是一种的热情，真强烈，真强烈讲，主啊，若毋是上好的，我无爱。主你所享受的就是世间唯一，无任何的好处比这个更加重要。天父上帝，互咱的心恩应。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二个祈祷，就是甲主讲，主我愿意。代表讲，我献甘心的祭祀。保罗讲，我献我家己做活祭，有无？愿天父上帝，互咱伫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回应。欠福音的祭，这个祭的意思是什么？祭这个字本身有一个叫做生利息。咱是讲，我摕一个钱去寄伫一个银行，我摕一个钱去寄伫一个什么人，我摕一个钱去兑花啊。迄个目的就是这阵花啊背后会互我带来利息，还是讲利益的加添。真正保罗所讲这个祭伫希腊语的中间有这个意思，就亲像耶稣伊讲起。有一个好业人，有一个主人，伊要出外去，所以就甲伊的萝卜三个萝卜叫来，照因的文士。耶稣伊所讲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5章，就照人无共款的文士。圣经讲，有的互伊5000，有互伊2000，有互伊1000。你拢会记得这个故事无？其实圣经所讲的原本的希腊语，毋是讲5000两银。是讲5个他连德的人，他连德是一种的劝退啦，吼，他连德5个劝退等于，比如讲5两银，啊，咱该换做5000，互伊5000，但是原本这个他连德的意思就是才干。兄弟姊妹，今仔上帝互你所有的恩赐。毋是要互你自我享受，是要互你为着上帝国，为着人来做经营，来做分享。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听有保罗所讲的话，也对耶稣基督的教示，咱知影上帝照咱的恩赐。今仔日有人对福音的恩赐较热情，伊可能是得到5000的，所以伊就足满足的。啊，咱就感觉讲啊，我都较无遐尼热情，可能我得到1分尔。但兄弟姊妹毋通安尼想。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无论是有大恩赐的人，还是小恩赐的人，咱拢甲上帝讲：上帝，我手中有一个5块饼2尾鱼。主，我的财情可能无阮的中级的恩赐遐有，但是主，你爱我做甚物我拢愿意。愿咱好好保守管理你上帝互你的家庭、你的恩赐、你的时间。一个袂晓管理家己的人，将来就无法度成做一个管理上帝所托付天国恩赐的人。主帮助咱，最后我要甲兄弟姊妹来回应，亲像保罗讲：主，我愿意。这毋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使命。有人讲债务的债，吼，啊，伊解说圣经用中文解说，所以债就是单人旁边还个一个责任，有无？其实希腊语圣经无安尼解说啊，但是解说了个会通咧。我欠上帝的这意思就是，上帝将一个做人的责任放伫我的身躯顶悬，毋是责任尔，是使命。咱要因为民望、异象、使命，咱的人生要有无共款？恁同意吗？一个不晓做梦的囡仔，将来伊的人生可能都普通普通；但是一个有异象、会晓做梦的人，伊的人生就有真大的祝福。拄则我甲咱解说，这个字，伊本身这个字啊，披露这个字。就是增加利息，愿上帝所予你的恩赐增加，搁再增加。
所以耶稣讲，有诶，要搁再加添予伊，求天要上着咱遮做一个，甲人同得福音好处诶人。咱伫咱诶一生生活，看见人诶需要，伫咱教会历史有真侪即种诶故事。今仔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孙理莲牧师娘，应该莫叫伊牧师娘，应该叫伊宣教师，因为伊伫宣教师诶积分顶悬大大赢过伊做孙雅各牧师诶帮赞。因两个人其实是上帝所好台湾新学院足特别诶礼物，嘛互全台湾有真侪原住民诶牧师。因伫细汉无人通车用诶时，拢是住伫芥菜总会、挂菜机会，伫花莲诶育幼院。所以今仔日有无数诶原住民诶牧师，拢请孙理莲牧师做阿嬷。因伫要来台湾诶迄年，1927年，是因结婚度蜜月时，因伫坐船诶中间讲一句真重要诶话。因两个人伫船顶祈祷了后，伊甲上帝祷讲：主求你垂听阮去上界有需要阮的所在。这两个翁仔某，因为人的需要，到因一生的路尾，真无人性。歹势，我毋是甲因骂哦，我是要甲因讲，因的信仰甲因的献身，互因超越一般的人的人性。最后我讲两个小故事，恁若要知影，恁会当读搁较详细的段记。孙理莲牧师因常常对美国募款，伫最后1967年，牧师对美国的时阵做身躯检查，伊发现伊有脑瘤，伊马上就坐船倒来台湾，因为伊死嘛要死伫台湾。真无人性，我咧讲的这个真无人性，是一种的尊敬，因为伊超越伊做人的享受，甲伊用家己做本位主义迄种的想法。第二个小故事，就是牧师娘一摆倒去美国募款的时，伫要出拄要开始出外，伊的囝叫做孙万富。破病真严重，做一个妈妈，伊心中真丢丢。到底我要放弃这届的募款，还是要将我的囡仔交予上帝？真不幸，等伊到美国，伊就接到批，伊的囡仔死。兄弟姊妹，这两个翁仔某听教会、听上帝，超过听因家己的家庭。兄弟姊妹，我无勉强你甲我，咱拢安尼。但是，咱做伙来做一项真小可，踏出第一步，咱免急，咱慢慢踏出咱人生中间迄个愿意的脚步。我相信上帝要伫咱的一生中间最奇妙的事，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用迄个无言语的圣心来感动阮。主，互阮今仔日个礼拜，毋是听讲道的礼拜。主，今仔日个礼拜是阮的心门用圣心拍开的礼拜，也是阮伫人生中间各一摆幸福的礼拜。主，阮伫你面前求求你的性命，也对你讲，愿意。主，你是阮一生所渴望，直到世间的路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罪名求，阿门。